职场登入计划5.0正式启动。谢谢大家热情的支持跟鼓励。由产官学研代表的共同见证，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正式启动象征职涯饱和的第5年培训计划，为青年开启职涯成功之门。该计划从过去35间厂商，今年又加入10间科技企业，特别在课程中加强 AI 实务应用、永续产业等比例，来回应目前职场需求。今年很特别的部分是我们今年增加了很多的厂商已经增加到比去年多了10个厂商，大概有36个厂商左右。那其中有不乏一些科技业者，那怎么样导入这些科技在相关产业里面，也是我们今年蛮特殊的一个产业性的一个加入的部分。为让青年透过培训课程提升竞争力，很快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一级玩家计划4年来，在682位报名青年当中，结业率超过50%，就业率达到8%。今年延续企业教练的制度，邀请企业资深主管推出个别化职涯建议，加上探索、资讯、适应等关键的5种软实力，都是求职成功的关键。我想第一个就是你要当个这个正直的人，不可以有什么歪歌啦哈。那再来是面对你所做的工作，你要能够主动积极，而且愿意创新的去做发想。你要有当责的心态，毕竟如果你没有办法用心对待自己的工作，我想去到哪可能都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能够让大家能够成功或是融入职场。一级玩家5.0职场登录计划自即日起开放报名，至4月7号为止。培训详情请洽服务专线0630020036。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